佛教茂豐法師紀念中學2016至17年度領袖生就職現在開始。我係 Free Boy 班袁思晴。我係 Free C 班蘇敬軒。首先，等我介紹下乜嘢係茂豐嘅領袖生啦。茂豐嘅領袖生係由本校嘅同學組成，負責擔當管理學校嘅工作，包括校服檢查、派卡、校園清潔等等。我哋仲會協助籌備唔同嘅活動。好啦，係時候要介紹下今日嘅流程啦。今年嘅領袖生就職當中分為3個部分，首先係由本年度領袖生進行宣誓，跟住係由學生代表致辭，最後係由中六學生代表致辭。接着再有請陳校長為2016至17年度嘅領袖生監誓，有請本年度各學生領袖代表上台監誓。總領袖生包括 Five Boy 班查彩詠、Five Dog 班羅安寧。請所有領袖生到台前站立。宣誓儀式開始。本人以切實宣誓，將竭盡所能，以身作則，維持學校秩序，為同學服務，此誓。有請陳校長繼續留步，為本年度學生領袖授章。請陳校長留步，同本年度領袖生拍照留念。多謝陳校長。接着有請16至17年度總領袖生代表中五的班羅安妮同學致辭。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中五的班嘅羅安妮。今晚好榮幸能夠代表總領袖生向各位同學分享我做領袖生嘅感受同埋體會。我記得中二嘅時候加入咗領袖生嘅行列，當時嘅我既緊張又興奮。不過有師長嘅幫助下，令我慢慢適應喺領袖生嘅生活。當我喺領袖生嘅生涯裏邊遇到困難同埋迷茫嘅時候，得到師兄師姐嘅幫助同埋鼓勵，同時加入咗領袖生令我獲益良多，學會咗團隊精神，學識咗互相幫助、互相遷就，同時亦都知道咗點樣去維持學校秩序，為同學服務。此外，多謝師長嘅栽培，令我能夠勝任總領袖生一職。今日係領袖生就職典禮嘅大旨，所以希望喺度勉勵今屆領袖生做領袖生嘅責任。只要團結一心，互相幫助，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最後，我祝願本年度領袖生能夠竭盡所能，盡忠職守，繼續為學校服務。多謝各位。多謝同學。本校領袖生一直為老師同埋同學提供咗唔少嘅服務，當中日常當值工作、開放日、家長日同埋勞運會等等。此外，部分領袖生係本校品學兼優嘅學生，佢哋為咗學校服務6年，當中包括15至16年度總領袖生6多班黃嘉文同學。現在有請黃嘉文同學代表所有中六領袖生致辭。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中六丁班嘅黃嘉文。眨下眼就過咗5年啦。
當年班主任推薦我加入領袖生嘅情形都仲歷歷在目。雖然班主任嗰半強迫嘅語氣的確令我有啲唔係好開心，但係而家好想多謝佢，多謝佢俾個機會我，可以令我參加領袖生，成為領袖生嘅其中一員。喺領袖生當值期間，我學識咗好多嘢，亦都留低咗好多珍貴嘅回憶。呢啲回憶將會係我將來好寶貴嘅嘢。例如領袖生日營同埋日常當值等。喺領袖生當值期間，我都認識咗好多朋友。喺日常當值，我哋嘅友情亦都逐漸深厚。而家我就嚟要離開啦，我都有啲唔係好捨得佢哋。我哋中學級嘅同學就快要走啦。但係我哋相信領袖生嘅為同學服務同埋學校服務嘅精神係唔會因為邊個嘅離開而改變㗎。最後喺來年櫻花盛開嘅季節，就我哋中六學生離校同埋面對人生一大挑戰嘅日子，喺度我代表全體領袖生祝中六級嘅同學可以考得一個好嘅成績，同埋揾到屬於自己嘅出路。多謝大家。多謝黃同學，今日嘅領袖生就職到此完結，多謝大家。